跳摆以前，有一只客家后3年，他用这100年的时间，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。他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大海。这故事原来在他的心中，突然之间，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路，传到野味，在远方的故乡。响起，同爱共爱的客家人，远方的故乡，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路，传到野味。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共爱从爱未来，远方的故乡。怎么样？找到你要的答案了吗？我去找答案，但是答案却不如我所愿。那你现在可以放弃了？有谁不希望自己身边的男人会是那样的男人呢？君妾，你信我一次好不好？虽然他这一次真的感觉到一些事情哦。他知道我会离开他了吗？你错了，顺伟他发现你对他的重要性，还有你要是看到他这几天的样子，你一定会通知他的。还有，顺伟他是个独生子从小就被大家捧在手心上，你能要求他什么呢？但是他这一次真的彻底反省他跟之前的相处模式哦，他也知道他错在哪里，而且他也……娜娜，够了！你刚刚没有听我说吗？我被人家拒绝了，我是个女孩子我被人家拒绝了。你还说你没有爱上那个纸伞师傅？君妾，你看看你现在说话的样子，再这么下去，你甚至可以为了他生，为了他死没有这么夸张好不好？我只需要一点时间，好好想想。那顺伟那边呢？我会给他一个答案。无要紧我妈妈天数同这个查的爽遐够有欢喜哦？无去啦，做查做起来呢，也轻飘的，嘛上爽我好啦好啦，反正用啥技术好的啦。干嘛是嘛？我同带过来。凊彩啦。给，来啦。
之后，就一直躲在家里，都不肯出来。给我的就只有这个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处理？你要我怎么处理？如果只是一份辞呈，那就好办。可是他的意思已经很清楚，我们之间完了，我们之间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听到君倩请我告诉你吗？我有去找过他，可是他始终不肯开门。哎呦，就算是破门而入也好啊！顺伟，刘顺伟，刘总，今天除非是你不要君倩，不然你就委屈自己一点，开口挽留他。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方法。其实今天就算不是那个郭德平，换成其他的男人，这种事情也是会发生啊。所以我早就提醒过你了，千万不要用你的理性去对待君倩的感情。我哪一点比不上那个资产师傅啊？他要什么，我都给。我甚至不避嫌的为他成立一个基金会。连我的爸妈都一直以为我们要结婚，可是呢，他却是这样对我的。也许你可以给他全部，但是你有曾经让他感动过吗？君，帅的，我最会生啊！好了，也是想要，我就是目标，没问题。快些来。唔做嘛？有啦，衰体嘞啦。今尾拜去啊？今日拜五啊。拜五。有也是诶，好啦，那想吃什么呀？好啊，我去买菜。去，等下啊！来来，吃东西啊！哎，所以讲哦，今日西门咱买都唔见起来吓。哎，
真正唔相信佢啊！你地片啊，你知啦，同都落妹啊！我真係同講啊，呢邊嗰已經有過年一年了，我有是可以推中那一年。真的啊，我年年在做呢件事，但係咯，你可以繼續行嘅。最多喺網上轉無耐啊！咩要睇你寫咩啊？呢邊個大面講嗌，反正做人。因為唔講口味啊！反正喺電視架大面行嘅。梗要上講係冇啊！好啦好啦。你到底有什么事？这2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爸妈问起我为什么办公室连一个人都没有的话，我该怎么说？我会去跟他们道歉，我会跟他们说，这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与你无关。那我呢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知道，那里有一个人，你会想要离开，都是为了他。人家只是个纸伞师傅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更挫败。君倩，我一再容忍你的所作所为，但是这一次，你已经把我逼到极限了。除非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要不然我不会让你继续这样下去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爱上他？你真的想从我口中听到这句话吗？如果我像你想的一样，这么容易爱上别人的话，我早就离开你了。君倩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幸好啊，我事先提醒你，打死都不能承认，要不然你这种直来直往的个性，一定会让顺伟发疯的。娜娜，我真的觉得好心虚哦，这样做真的好吗？我真的不确定，我到底爱不爱顺伟。最惨的是啊，你也不知道那个师傅爱不爱你。不爱，他的爱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，在那把伞上。不会吧？你都那么明显了，他就那么狠下？我跟你说了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既然你那么肯定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可以专心的把你的心思放在顺伟身上喽。这是最简单的数学问题耶。与其跟一个你爱的人在一起，不如跟那个爱你的人在一起啊。更何况那个爱你的人什么都有，什么都能给你。但是，他却没有办法给我想要的爱情啊！你的伞已经到了台北了。你有随便用哪一天咯？唔可能睇手嘛，而家啲水門呢？都帶你冚物噶？我冇講呢，唔俾我講係啲中物計啦。哦，見起方幫啊？死神屌你啦！咁槍我在過大下啊？在過下來啊？點冇啦？唔係啦，從頭都前禮拜。好啦，喺度切啊！隊長，隊長！
无靠送就无靠送，错目个咯。迄几分这个花，水挺靠会到。唔兴，几分迄几分，做目个唔捌个事情哦，我同几分比咯。因为你也同不出家一起啊。感觉安尼对唔好，做目个吼，唔只会听同几分长咯。唔迄滴啊，唔迄家己目个，安尼拢会尽量想办法分啦。所以变安尼，反正我想做一件事情不一样，有啊。不一样啊，每次医生都不错。幾有樣咯，但感覺唔應該好呀。敢唔讲，安尼比好。每日喺屋卡吼要誠喜，為大家帶來歡喜。假使喺無唔嘅話，一個屋卡吼就唔好搶一個屋卡呀。做安樣哦。嚇，安尼話唔撈。喺無安尼講好嘅啦。假使唔係唔撈好嘅話，做乜嘅誠喜吼會對人好。生氣，我一點都唔猜忌。相信啊，總有一日吼，你聽我因為人對待誠喜而後悔。我真唔信咧。你聽無？桂宝，你用按放一段唱歌啊？桂宝，做啊！桂宝啊，今日做嘛呀？按放一跟唱歌啊？因为吼，我考试无考到。哈？你冇考到啊？皮西，你听吗？哦。你冇考到，你按放一段唱歌啊？跟阿媽來，你點哦？跟住用講啊？哥唔係事，人家沒有人做好嘛，你跟他做沒有了可能嘿。做沒有人家事情啊？哪有比人家事情他重要啊？都單用埋啦。佢冇關係啦，別再考啊。啊？你教育阿父孫數咧，幾點用講啊？因為係基本樣，他做咗要做好些東西不來事。佢對片咧？佢講。相信啊，總有一日吼，你聽我因為人對待誠喜而後悔。講唔係嘅事桂寶。古所以下嘅貴鳳伊同頭講講，啊，佢冇考到了。阿姨應該唔會見啊。哎呦，萬英咁真係同佢見過呢。哎，是講得片啊。哎，阿弟啊吼，你感情嘅事情吼，係唔做唔得勉強嘅啦。啊，唔同貴鳳咁真實。媽，阿弟啦，啊，總要問看看你啦。他有種事情哦，要做得隨便摸摸啦咯。到時這閨房哦，脾氣又硬起來，一聽又走了煩愛啦。
哎呀，我唔知呢，总系啊吼，佢下巴吼，我也要上讲我。妈，佢唔下巴入边系上看你好冇啦？唔看佢条屋日来啊，争到人朋友半开天天啊，就乖乖同夹尾花哦去看细妹啦，冲动生气啦，按细心的讲都讲唔得。妈，你是翕太久了，系冇？根本嘢咯，发特别多呢。我向日把同唔讲哦，佢也唔讲啦，一定都系讲啊吼，还得了。仲系哦，我讲要乜嘅行咯？闺房啊，行讲佢喺入户口最冇重要嘅人，我看到我喺入户口完全冇重要嘅人啊！妈，你今意思是炸药的，系冇？我上嘅是农药嘅啦，點啊？妈，我第一睇下件事情哦，应该对不起你啦。不过我冇法度哦，被骗係自家嘅心嘛。就像佢當時吼，同爸爸冇法度被騙自家嘅心，讓阿姨睇下吼，你兩個故意退宗啊。佢完全冇咁樣事情有變啊！哎呦，媽，我哋吼，你係全世界最好、最認真嘅媽媽，係嘛？好啦，今日真係拿皮蛋落嚟曬啊！得片啊！我那認真哦，佢真係你哦，佢我也係咪做偷心求納孫的呀？喂，幾份啊？我係想送去大天花板的。唔放心，你喊民宿哦，做了幾好呢？幾份啊？你上去幾來看下嘛？哦，好啦好啦，既然安排好以後，再同我講哈。好，再見。有一年係挑房子咯，假使佢一句啦，應該有啲講落嚟啦。假使人哋了啥，就一定有了結婚的想法。怎麼解人哋按佢嚟做一件事呢？你真佢都鴉片。咩？那2年來我俾做嘅事情決定回來，唔係清楚。你喺回來，我會歡喜啊！但係2個要做得強下，我真係冇希望哦，再離開你。對皮，我哋喺正經還冇想結婚。你也忙事情。在面對特殊的時節，該注意啲下度，用我老傳統的手工藝保存下來。假使做得你花，係想去認真啲下度嘅經營方法，用菜自炸當飯。
你的意思是？我哋还冇想到办法，等下到时去这资料再讲。你想要做拢可以，但不过也同人哋两个结婚有乜关系咯？我冇想夫妻。对，还从来就冇什么。唔去寻条路，你想我做乜啊？哎呦，条工娘啊，几分吼，咱出个几来，我先变了解你咧。咱就讲吼，我寻条路问问题无啦。妈，我去读书，做下面到永福城。我咧遐总算归来的，因为喊我去上班，甲永福城一样的呀。安尼孝子，总体，你连要过了安多年呢？唔免永福城无这做，迄你喺永福城根本就无使用。感觉阮笨爸爸的心血做安样无太嘿。永福县还有爱啊？你迄阵天暑假，假是无让永福城的名号打出去，有卖身呐。唔可能，唔可能的啦！我送佢出去读书，就要比到安样赚得倒腾啊！哎呦，条工娘啊，几分哦，无安尼意思啦。几分啊，无安尼意思啦，错无？哎呦，太敢要做味道永福县好啊，总系好诶，好诶，好诶，唔是比佢讲法的啦。假是迄味道也来打好的吧？听讲伊就去高雄爱寻条路。条工娘，条工娘。哎呦，几分？你说先唐人没法啦，你上我做目解好，慢慢再来参详啦哈。叫伊无时间呢，已经无时间呢，市场的变化免来上岸呢。德平，唔会支持我，错冇？还没唔对。佢唔去寻西做，连婚也袂结。条工娘啊，唔是迄无欠啊，迄几分钟归来吼，有几多事情想做啦，几数啊吼。阿妈做唔得安样对德平啊，德平等佢安久的咧。伊听咧德平，迄唔是就同我讲，惊我骂佢吼。真紧哦，唔是遐生人的心肝底愈推上目界啦。哎呦，几分啊吼，去美国读书，发生乜个事情，我连也唔知啊。唔过我相信啦，佢同德平的感情吼，应该唔会变啦。有时吼，再碰见的啦，一些时间啦。叫啊，当我个心肝底拄哦，伊出都去想。奶奶安样，伊出养几分，错也唔错。想要做的事情。也还已经无年咯，同祖早当做一个真丝。可是阿姨哦，咱希望做得像一个条路，安尼咱做得过一个安天的生活啦。同结婚，叫生囡呢？
结果安尼生意呢，就同生意共用，唔想讲做自查的，电路的、外面路的，做无人要做自查的，最后就同迅速共用，请头本不管抢去做表演听听，只系做表演听听，嘿嘛？鬼粉，你这做嘛标输啦！你想要变哪样嘿啊？你还要做有公益的嘿啊？美用天赋来做。德皮，歹势啦，硬唔是个迄。无关系，唔会快。硬咧查，唔好用简单就快。唔通打开来看一下嘛？不管用的，德皮，听讲爱做一心观众。我会听同伊讲我的想法，我会听伊支持我的计划。自查的，绝对有条件变做艺术品。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方向来做，自查的掌握有希望。观众。在平日自查的，是要你的天数，当做对单一会给吃草。你苹果，好惊啦！我开我个原来，讲我卖查的眼人哦，无以上去睇死个嘛。吼，你小嘛，好惊啦，几乎我急死啦！妈，莫爱洋葱啦，海白人讲假是不写就好呢。哦，你是讲上上年我过春了了，唔可能今年来正好来过度我过年呢，还有今日个爱强遐飞来喎，你又听见我叫学生的呀，又听书做研究啊。唉，是讲啊，都是贵妇啦，你莫看心去吧。我听哦，以上的事情哦，也会是。哎，对啦，今个月哦，搞我闺女的自查，都是要的吼，还是去煮饭啦吼。妈，以后哦，唔使人讲哦，喺我面前提鬼魂啦。那鬼魂哦，伊免嘛个传染病，佮像我通到检命啊，就无平重要。哎呦，安尼咯，安尼艰苦艰苦啊！艰苦又咩安尼啊？咁做得改变事实。安尼就错个啦，妈，鬼魂哦，睇物件讲得好。哦，通讲好quite好呢，啊，今年迄个业务哦，还规栋个别墅呢。安尼就好。妈，都是新都毕业嘞，谁煮饭哦？好啊好啊，俺不要好啊，煮起好，靠谁来穿哈？第二期好，也一切就得嘞。金倩，下班时间到了吗？都已经过10分钟了。我订好了位置，走吧。哦，对了，
想好公司10周年的活动计划了。跟纸伞有关吗？你还是很在意？说不在意是骗人的，但是如果你企划出来的活动，我肯定100%支持。如果真的要做纸伞，我也会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反应过度。你放心，纸伞只是其中一项，我还要去收集资料。我想做跟台湾手工艺有关的艺术展。那好啊，如果需要什么资源，尽量交代下去。怎么样？现在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吧？如果2个人在一起却没有话讲，这样的生活我还可以忍受多久？怎么了？没事。还在想10周年活动的事情。俊倩，看你这样子，我真的很舍不得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献上我最特别的祝福。君倩，嫁给我。娜娜，我现在已经开始后悔听你讲话了。我当然没有答应他求婚啊，至少是现在。我刚刚说等公司10周年办完再说。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。我现在自己已经是一团乱了。我不知道，自从从美容回来之后，我已经不知道刚刚说什么了。娜娜，我现在有事，我等下再打给你。先生，你的伞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？你喜欢，那给你吧。真的吗？反正这也是我们在车站拿的，不然怎么可能拿走在路上？送给你好了。谢谢。刘总呢？执行长，刘总今天没进办公室哦。好，谢谢。顺伟到底跑哪里去了？已经2天没有他的消息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做慈善？是文物馆给的资料。我记得在好几年前，原本美容要结合黄蝶记做一个纸伞的绘图展，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了了之了。刘先生，你大老远从台北跑来，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帮得上什么忙。是这样子的，今年是我们公司成立10周年的纪念，我们基金会想要承接上一次没有完成的案子，做一个手工艺的绘图展。绘图是每一项手工艺品最重要的部分。我听说你们最近出了一位纸伞师傅，他的纸伞只送不卖，而且还放在爱心伞桶里，让人家任意拿取的。现在台北已经很多人知道这一个人的存在，这也是我来的原因。
老板娘，可不可以请你让我见见他？德平呢，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，你这样说，好像见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这个对别人来讲或许很平常，可是对我来说却非常重要。所以无论如何，请你一定要安排我跟他见面。哇，我是吧？我来写出来。德平，等下，前几日啦，有迄个富国金控的总经理来海你面授。富国金控的总经理，一个有钱人呢。伊有钱无钱同内人无关系啦。按过啊，伊落遐岛哦，就问德平的名。蒙爱什么个？人家讲公司啊庆祝10周年啦，拍嘛个连续个艺术文化活动，两个要无嘛个清楚。不过啊，伊讲要请人个炸面呢。哈，我买炸的，请我炸面天哦。刚才又唔识记啊。通讲，日早的传到台北去的。德平啊，我妈唔知讲你对因好也唔好，不过唔同几分肉的个炸的，他甲伊欣赏。迄日啊吼，我请人去做炸的啊吼，条件就去甲伊谈吼，合意的话，你就同伊做；迄唔合意的话哦，无去做也唔怕。阿姨哦，尊重人个决定，吼。德平啊，你到用福气哦，明年应该去啦。台湾用，你遐里想啊吼，本身个决定就好啦。唔见人，怎能去落 case？ 你做嘛唔肯接呢？做杂的，有做杂的坚持啦。若无赞成哦，对遐态度哦，真扣杂的骨来做啦。台湾成本较高，我做迄上的讲台成本啊，你做嘛反对呢？你态度做的杂的，然后用输的做的，又没有做的做的。咁样诶，每个人又唔识。假使你想我的时候都我给你议落去哦，就用做来做。安尼啊，唔做得本日的哦，感受到杂的强啊。各个地方做无共样啊，德平，还讲唔见人咱哪都也种天蛋，你做嘛唔答应呢？也天蛋迄回事，啊，唔过自杂的又没爽片。当初哦，我就无赞成用遐价钱哦来接个天蛋。唔放心，俺共样不出货。不过，我用一个方式咯，来处理遐个杂的。不管用乜嘅方式，你就做得用比成本较大嘅方式来做听听，做嘛能按时办呢？贵妇啊，真的对亚现在很意思吧？做那个一边呀，就不然你了呢。黄小姐，我并不想卷入你们之间的问题。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单纯的设计案，至少你能让我了解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君倩想要的。日落下山，也是天山风涌来，也下天下间，人我看天夜。